嗨，大家好，今日咧我就趕車北上嘅，咁我就用咗呢部 Surcom 嘅 ZZ2，再配備咗大灣區嘅數據卡，咁我直接上去珠海，咁睇睇一路嘅狀況係點樣，同大家分享下。好，啱啱過咗香港關啦，咁而家咧就向住珠海出發，去到海底隧道嗰度咧就應該係照轉係大陸嘅數據卡漫遊噶啦，咁我就一陣間再話俾大家聽。好啦，而家我哋開始進入隧道啦，就睇睇嗰個網絡卡係究竟點樣運作啦。咁我而家助手咧就擺咗部機喺個熒光幕前邊啦。咁應該係收唔到香港，而家就轉去大陸，因為呢條隧道咧去大陸咧係進去大陸噶啦。咁我睇下個速度有幾快先嚇。如果你撳到個 PTT 掣，着部機咧有紅燈着咧，咁啊即係話連接到嗰個 server， 亦都係可以咧講嘢噶啦，即係可以運作正常嘅。啱啱開始入咧就撳嗰個掣咧，開始係撳唔到嘅。如果你大家想快啲可以收到大陸嘅網絡咧，咁你可以選擇咧就入隧道嗰陣時咧就熄咗部機去再開翻。而家喺隧道裏邊噶啦嚇，咁你撳個 PTT 掣咧，佢着咗紅燈咧，着到紅燈咧，即係話表示佢可以同嗰個 server 連接嘅，即係可以用得到嘅。好，而家出隧道啦。